使用 Firefox 火狐浏览程式可以截取图片。Firefox 火狐浏览程式可以截取图片影片截图。YouTube 频道可以首页横幅图片右边右下角，那有五个连接点呢，可以设计最多5个连接。这个是频道名称网址输入以后按完成，然后再浏览频道，就可以看到有连接，可以点按超连接，就在有频道首页上面那个左右长条形的图片右边边缘右下边缘，有做过这个连接的就会有显示超连接象限项目。发布按发布，然后来浏览前往浏览你看你最多有5个连接，可以排顺序的。然后可以到这个频道按右上角那个图案的标签，图案的 logo， 图案标志图，进入首页。你看上面长条形的那个图片右下边缘有出现连接点1、2、3、4、5个红色的小图示。第一个有名称了，第一个小图示有显示名称，后面呢就有红色的图，按下去可以看到那是什么网站。以后不要移到那个红色的图，久一点就会显示那个频道名称，再按下去就会连接到那个网站或者是频道。你在用 YouTube 的时候，如果连接到 Telegram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，他会问你是不是要离开这个 YouTube 有选项你可以点按那个前往网站前往网站